那今天由我们华荣华部的董事长张明堂先生讲话。各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嗨，恭喜发财，3年快乐 ！Happy New Year！Happy New Year！ 我是华荣华部总会的董事长及美国福建侯语联谊会主席张明堂，恭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。I wish you happy, healthy Lunar New Year. Thank you very much. 一點龍頭，顯神威，路光明。2點龍角，湖山河，安社稷。3點龍眼，顯神威，震天下。